早上精神早上太太我叫寧娜晶我個 BNR 128我今日20公歲我未結婚我喺法教徒我屋企有11個人我識少少廣東話同埋英文我爸爸做老洋夫我媽媽做家庭主婦我識煮中國菜蒸魚蒸蛋煲湯煲粥湯麵炒飯我識做家務洗衫晾衫掃衫凍衫摺衫拖地抹地買餸我好鍾意照顧老人家同埋小朋友我2006年3月香港就業我想去香港就業因為我想搵到啲錢俾屋企人多謝晒喺香港見拜拜